福音第10章，耶穌話我與父原為一，即係話與神係一樣嘅，所以就帶嚟攻擊，帶嚟殺害。嗱，弟兄姊妹留意，因着耶穌話係神嘅兒子咧，我同你分享幾點好重要嘅真理吓，你可以寫低落嚟，我哋去思想一下。因為係神嘅兒子嘅時候，我睇到20章最後一節，第31節，20章第31節點樣講呢？嗱，耶穌基督啊，佢話係神嘅兒子嘅時候，咁咧就喺最後一節嘅裏邊，但記這些事啊，是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睇到嗎？並且叫你們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原來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，可以叫我哋得生命啊！睇到嗎？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，即係神自己。我哋信咗耶穌，就因着耶穌基督得着生命。嗱，呢個係耶穌基督所成就奇妙嘅工作。我哋嘅神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聖父差遣耶穌嚟到呢個世界，我哋信佢係神嘅兒子，就有生命。再睇到保羅喺羅馬書啊，喺羅馬書8章第14節，原來凡被神嘅靈引導咧，都是神的兒子喎。睇得明白嗎？聽得清楚嗎？三位一體嘅真神去引證呢個救恩，聖靈引導我哋啊！如果我哋願意被聖靈引導嘅時候，羅馬書8章第14節，我哋都係神嘅兒子，睇到嗎？好啦，到我哋嘅責任咯噃。而第3點裏邊睇到，但我哋嘅責任喺加拉太書3章26節啦。我們因信耶穌都是神的兒子啊！哇，我睇到之後非常嘅感動啊！我哋因信耶穌都是神的兒子，睇到嗎？我哋嘅身份改變啊！本來我哋係屬魔鬼嘅，我哋嘅父係撒旦啊！約翰福音8章44節。但係我哋可以從撒旦嘅權下扭轉過嚟，能夠因着信耶穌係神嘅兒子，然後我哋嘅身份被改變。